哇哇哇哇！為大家介紹龍年最後一件產品泳經理，奧地利牌子 Dynafit 呢個牌子，奧地利咧已經75年嘅歷史噶啦。咁今日呢件就係 Alpine Gore-Tex Jacket 28000防水，加埋防水拉鏈、防水塗層、防水嘅貼紙。歐洲用料不嬲都係超級上乘，防水勁，透氣都勁。阿泳加拿大呢個位置咧都有透氣窿窿，仲有反光貼。歐洲嘢嚟講咧都算重 detail 噶，你睇呢條橡筋，帽咧係硬，仲要有個網喺度噶。喂，你睇下咩嚟嘅？係 Dynafit 嘅 logo 啊。其實呢個位咧就喺大家孭背囊嘅時候咧都係用嘅。如果唔用孭背囊啦，拉翻去，你睇下個 shape 幾靚仔。泳經理身高175，着咗鞋嘅時候體重73 kg。佢呢個 size fit 咧就係歐洲碼嘅細碼，亞洲碼嘅中碼。歐洲碼咧同埋日本碼有個唔同咧，就係佢個 size 咧手袖偏長嘅，咁個身咧又偏短嘅。泳咧就着亞洲中碼咧就 fit 到漏油啦。大家知唔知防水度係乜嘢？佢嘅防水度係28000，即係28000個 mm， 係講緊咧喺28米嘅水柱向下發射，射落件衫度咧都唔會滲水。而我哋越野跑嘅比賽咧，最少嘅 requirement 就係10000防水，所以咧28000咧係屬於超勁。男裝、女裝兩個顏色。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長跑長遊，鴻運當頭。